个南投草屯伫7月14迄天发生着枪击案，断死4个人。讲这个姓李的嫌犯，伫犯案的前一天，有到徛街附近的公庙来拜拜。庙方的人员讲，真少看到伊来拜，但是这个月初1到15拢有来拜。啊，隔天就弄去人的公司，共断死4个人。 穿白菜查甫人今日去庙内底拜拜，伊就是犯下南投草屯生技公司4个人死亡枪击案姓李的嫌犯。这是犯案前一天13号一透早7点外，骑汽车去离因兜大约50公尺的公庙拜拜，手阁挂一篮贡品。伊今日去庙内底，甲贡品放伫桌仔顶，阁对落地啊，甲钱摕出来添油香，所来到点香拜拜，看起来真虔诚。嘴阁一直咧念，那是咧对神明许愿。伊拜煞，就摕银纸行去外口的香炉拆金，就骑车离开。 拜拜咧，就做烧烧就转啊。派一个人来嘛，还是有加上来？无家己来的。庙方人员讲，姓李的嫌犯平常时喊着来拜拜，不过这个月初1、15专工来庙拜拜，加上附近的人未穿白菜服，所以看到姓李的嫌犯特别有印象。 这间庙的壁顶拢是咧添油香的关键名单，其中这张就是伫枪击案当中过身的姓张的吕慧佳，伊捐2000块给庙方，纸条都挂伫壁顶。吕慧佳祈求平安捐钱，阁有杀人的凶手，两个人拢伫同一间庙拜拜，实在是真拄好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